为我们带来表演的是台南市读经学会爱祥关田读经班的小朋友，欢迎小朋友们上台。哦，关田，关田国小林校长因为认同我们读经教育对于儿童潜能开发的功效，所以在4年前，我们关田国小就开设了读经班的课程。那读经班呢，是在每个礼拜4下午4点到5点半。从4年前开始，有20几位小朋友一起学习，到现在已经有40几个小朋友了。那目前有2个班是由江妈妈还有我们关田的罗坛主以及几位有心推动读经教育的前贤共同护持这个关田国小的读经班。今天要为我们带来表演的主要是1到4年级的小朋友们。今天他们要为我们诵读的是孝道4句联。但你咱注意来听哦，因为来记念好的速度联。速度联的内容是咧介绍咱安怎伫咱的家庭来对父母友好。我们再一次热烈的掌声欢迎关田国小读经班的小朋友和罗爷爷。谢谢，好棒，好棒。